爱上开到一个，而咱爱上咱就推到一个。啊，人的部分，咱爱上拢比人切个单位，拢比人切个单位，人力甲财力比较强。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咱不会讲去调查。但是咱恐怕一直感受过，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新的模式，就代表伊对修办都有肯定，但是伊对修办都伊个人的个性一直消，这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可是因靠2002年当中，因为这个新闻所有性能已经先入好啊，咱就叫做大量化。经济嘛叫做自由化，自由化你家己处理，所以讲面对着2002年当中11月，泰国大陆抓破咱爱上人民，本来10几年、17年来当中啊，咱大陆是含无手经理，这领导单位来中国来台湾泰国的行会，咱经过迄年的2002年。11月，迄个时阵，做一个足重要的发现。发现讲，泰国的道路，要求咱爱上来做一个开发。咱台湾公司是啦，福建处理啦，实在咧开发泰国这个道路，会使讲非常艰辛。因为泰国第就是善良国家，第二就是哪语言会通，因为所新要带开发的道路，非常的艰辛。所以咱台湾是无兴趣，但是呢，咱负责人会支持咱讲将政府上面，咱台湾伫迄个当中，甲承诺了迄个泰国的，或者台湾有一个问题，一定爱买一台车，互咱外行重视爱买一台车，因为伫公益的所谓协定之下，迄台车正式互咱来买。迄台车偌济，迄台车拄啊差不多伊个80万块钱，换泰币到99万，泰币到99万，迄台车是3000的啦吼，迄个迄个这个尼桑。那当然，伫迄个时阵，咱负责人都有提起一个案，当然是讲泰国咧分一寡，服务就给你开发一寡咱爱上这边。当然，咱负责人讲话是无道理。伊讲这个问题就是讲，无手机呢，伊过去可能拍了唔对。当然，伊个当中占一部分，安尼当中啊，咱想讲，迄个做伙来开发。不然咱台湾目前做典型就是讲，因为咱台湾过去，大概是讲教育化、公益化，所以公益化就是一年2000万国。甲大陆市丘，因这道新港回来，拢在相处，开发大陆种大城市。你即摆分到废去，变我那是人家文章，那安尼当中呢，形成一种比咱道新文化是咱因为政府才去讲文化，嘛唔对。所以咱台湾提起一个意见，人就讲无安，规个咱台湾提出规个拢无像应该来承担这个工作。拢外面容易开发，咱台湾退出，咱台湾另外来开发地区，所以这个当中，负责人讲，有影好，有影，因为咱我是依证地啦，该哪做我哪做，所以我袂去坚持道路我是哪里开发，都把这哪开发起来，甚至做老母找老母的工会，这是一个积极，它是一个树立性的工会。我嘛知道，因为泰国在负责，咱。
迄个深入的研究了后，较实际，咱爱从需要一个更进步一点的事。因此，当中呢，负责人规定律师，认同可能爱从咱来提出一点的事，但是咱无通一直跟他做。结果这个点的事是责任性的开始，不是影响性的提升。咱一定要了解。责任性的开始，因为咱既然要负责这个工作，咱卡到这个刀片，咱我唔做得别包，你做回啊，有一个无咱挺好。所以面对着咱爱上一步，咱开始在考虑我惊死了，真正我惊死了。咱有两年，青年先生大家讲，咱老年人这个等老出来老啊，变老的老啊，这无法度袂使，后来经历，本来是要开车的30万，开到65万对了发现，即摆的时阵人要开始，迄个道当另外时阵，我讲提起讲的时阵，发现那个是运动明星啦，这道当另外遐，这个都不是运动明星的，有人来来来资金，我讲敢若出来，咱不出来，人咱讲起，咱有钱出到无钱，有咱出到无咱。这几年来已经是生活方面性的，爱想开销一个。会使讲咱这道歉的人，拢咧农民，拢咧做事。真正的时阵一个月4000块啦，已经。这人咱讲起。行情都听出来波士的，这是事实的，这是人真可爱。你讲，你听大家讲，我们做事业的，你听没有？但你在这个过程的应该的时阵就差不多，来记得买一间，所以这个当中，咱高位做一个，参这这钱学啊，这人才研究，咱就做咱拿出来8万。100万是在那个8万水呢，在欠人呢，多欠10个月，1个月50万，多欠10个月，多欠100万，迄间省就开到这开偌济，开到这都开到8万。大到500万，你就去想办法啦，不讲他叫别人管了，因为是这样说，迄间就当中馆长要来，议长要来，空调要来，甚至迄个方面。要办车人去，甚至要用2、5百。我发到8条贴啊，后商界、后建筑界、后路车、后什么界、后界，工作我在5百条贴啊，我要收我这个收，对不对？这个收就是要办的，咱这个车人去出来，咱10万包的，对不对？我一个收，对不对？我一直在收，我一直在收，我一直在收。所以，大家到底讲，真正的时阵毕竟要办到车要收，这个也要红包，安尼对。开了8万，反正那边20几个情况下呢，我爱付500的负担税，因爱去挣500的负担税，人去更省啦。安尼咱花的重心爱省，重心一定是免钱。咱要讲起，花的咱投入。若是咱过去经过这个学生，咱我一步一开，20几年前对天气，对我当初认啊，对咱当初，就咱现在出来20几年，咱进口菜国的，咱进口这个花园的条，所以讲实际在花求人看，咱来慢慢去调整。当然，这个当中呢，咱离迄个13号、12号咱可能3分车摆这啦，要去的时阵到月加上的时阵迄个免掉有同一摆的开幕的这个典礼，因迄个发了200公斤奖，咱若说发单只会200公斤奖的，安尼迄个可能真好用啦这是咱的目的，所以这嘛是因为咱过去一路来考起来。但是你一个道路要成就，一定要开始，要开始袂通。
所以咱爱上咱呀，毕竟呢，伫花莲已经成立一间大百户人公司已经成立起来。而咱即马讲到去菜国区，当然咱菜国稻苗，伫10几年来，经过这个动心甲合作，那王经理拿去台湾呢，伊只买一间厝，买300万，伊只买，伊只买一间中心起来。我想王经理笑讲，王经理啊，若有钱就唔惊世事啦，钱有唔惊世事啦，办法咱来请我紧啦。你大个菜国名，你100万做100万，做一间厝，拢做开菜，头晚办菜国就开100万，是不是安尼？第一单名就要请出300万，咱要去即目前叫嘅繁荣稻田，迄间偌久呢？迄间差不多经过10年，9年才开始起间呢。你经过偌济个责任，你若要讲食过苦啊，毋是咱过去过了，感觉讲迄个4条食讲300块的，毋是安尼啦，各位无确实，因为这前人啊有去行过就知影，所以伫迄个当中啊，比以前。咱老主人自己播是迄个土地出来，3分之土地出来，伫迄个当中啊，大正式，互咱去成立迄个泰国空运中队来成立，迄是头一个查案。当然，郝先生迄阵也出了400万，而且当中互相共同来促成着咱泰国万国问题。这两个讲起来实在不简单，但是好事不到自己拿不出来，帮你有下有跌，无下无跌，花有下花有跌。因为为我起来做这工作，我感觉起来今仔做顺顺，行在做平安，帮你爱做。所以呢，因为当初一路来，对于7年前伊成立活动，即马目前了刷人3年，伊暂时个人搁伫伊即目前了新的迄个活动，新的公司搁设置活动，因为迄组活动伊感觉无3度水，把迄组活动转到报销咱可能3亿到1000万，伊迄1000万活动都换去另外一个所在啦，伊等于头我咱每一组。开6万几嘛，6万几啊，6万几，开6万几的迄个活动，都较新。是啊，伊才有信心，因为伊就是感受着讲，我今仔日一路来，40万多、800万多，离我的事业上真顺遂，离我的迄个家庭上嘛真平安。我是做什么代志，到即马老太钱，郝先生。伫金星人报是400万，对无？伊即大当中白家赚过来的，赚过来的哦，毋是赚几千万拿过来的。所以伫迄个当中，因为咱离迄个市区迄个土地，每4年是咱拢买去当。当时迄个好心的报是迄个土地报是从海边人去买，迄嘛是伊投出的哦，一半是咱中等伊出的。180万出来，但是这要去老爸说1半要出，从这往1半要出，1半80几万，然后80几万80到对我有去啊，然后这80万出来，1半80万要出，是不是呢？好势，因为伊为着吸引性能，都摕400万出来，老爸说摕80万，拢总摕450万出来。事实迄间性能。这边比有性能加起来是偌大，迄个性能起来派头实在袂歹，所以呢，离迄个前辈者泰国的遐道亲啊，大家强烈共同努力之下，将咱伫泰国方面中等于4条分离已经来成立起来。这两个问题，若是咱大家努力，大家拍拼，我唔担心。这届当中，咱同学专业泰国的道亲，我甲讲，第2条280块，1条
4个，不已经27，一个出偌济，一个出500，一个出500，4个搁2000万，头尾来一个800-400万，咱真正快的投资人投资落去呢，真正强的。所以这就是讲，咱一定要活大，你就能得到活大。这是人都要大家了解。我讲安尼尔，我安尼尔活大。可是你有迄个能力，但是我这所来讲命，我心中就安尼尔，你嘛是活大。所以这个你而行，看好人。这处当然，伫这当中啊，咱睇过这个抗命中等于4球分离。固定是在今年年底啊，今年年底要来落成典礼，要落成典礼。我希望讲，因为咱这老师爱上咱们这老师，会到来见证给咱这个泰国用到4球分离的地点，大中心已经成立起来。反正过去今年8月底。了这点来说，不是4楼咧食饭，不是3楼咧泡茶，我咧当做是见证。不过因为泰国道路要开拓，咱台湾这个节点是泰国卡道路的一个最重要的呢，也有分，嘛最重要的做法。如果今日哪个今日大家做法，泰国道路办理开，你讲看。咱离迄个新湾山游省，咱2022了后，道路特别换，当迄个过去，咱爱上当面，无办法线到无力，把咱变过去游省的时间留下来，把咱当了后，咱不留。正式看他过去无差，毕竟是当白纸。但你这全部再做出来，为什么无全面呢？就大家出到。咱有啥参加？为着开始想要做人做首席，所以咱爱上的首席，伫咱这个刘伟先生，甲政治组长，甲变成数学啦、主啊啦、还像这个政治社，一摆是监研，大概努力推广之下，咱爱上的首席，毕业的时阵啊，开差不多10多岁，我了来收入来我那收的。现金我咱收了70万、700万去啦，现金啦谈的。那车死无车本色，资源回收啊，本色资源回收是安尼啊，一个月轻巧就1万块，车3、4架车车都无，当你进卖的时阵啊，1万块，咱按咧轻钱呢，咱赚着钱是咱咧消费钱呢，咱就讲你从哪啦？做到咱的消费，这种咧，甲咱个人的消费，所以这个当中呢，咱大家无少着咱个人的辛苦，无少着咱个人的这种时间啊，来扶持着咱爱上道路的国家的开发。较实实，这点的真是，大家咱听着，咱值得大家咱的高分啦，这是事实，这个当中。因为大型县府成立，面对着本来负责人，甲咱后生讲出话，后生，这件事情起来，你咱出无一个人，后生也无来讲清楚，来讲咧话啦，甲恁讲，你着去啦，我去啦，到我这少年人乐乐啦，我少年人乐乐啦，后生你嘛负责目标好啊，你负责你免烦恼这啦，少年。目前你看，像可能我们从对不对哦？可能你那边好像是我当地来的，目前你的啊，我看你从他们上面我讲，目前你来当中可能后生拿出来讲一个情况，结果头一个开300万，一条开50万，开6条开300万，咱就好。我想现在这吼，敢是1000万的，结果算300万。300万要买着车，买200万几万，存8几万，继续开始咧买。到尾大家无钱，好彩就是好彩就挣了8万出来。
头头前是大班长，我18万，头开天天别人同我讲，我听你啊，后生来讲要出偌济，意思，那你当放了了，我出18万，你哪不听到完出来？完了，对，差不多20万啦。我无啦，后生我管怎啊？因为我是讲讲的啦，报喜吼，咱有迄个能力，咱就报喜，这是迄个福报，有迄个量，大有迄个好，有迄个通，到迄个机会，对无？今日报喜要有欢喜心来报喜，但是我来讲，唔通报喜叫客气，唔通报喜去实在无欢喜。哦，你今日报喜安出来，咱得到就非常感恩啦。咱袂讲，今日代志好先生，而家在这个当中，我敢讲，难道泰国方面中的伊4条问题，我是讲哪里？咱我哪讲出过？在今日马来西亚，迄个地经人关出好啊，这是唔敢，是这唔敢去，本来是钱的问题啦，唔敢，因为钱的问题唔敢去，咁我就知道去啦，但是我考虑来，但是这届咱中国伊4条问题，咱好讲去，嘛是咱好先生，甲老公主抢下出来，咱好讲去讲出来的，但是我紧，你会当出工来，我就出工啦。我就感恩啦，所以迄个情况之下，咱我用感恩的力量，你甲面对。后头来讲，我来讲，我今日啊，我即马目前就出400万吼，迄个后日啊，我会开始，我会继续出，安尼对啦。但是当然，咱面对当中已经感恩的，咱袂使讲当年后咱去一道好啦，唔去甲两道。我甲讲吼，因为一楼是开80%的钱咧，两楼是加一个30%的钱尔咧。因为一楼你爱付租金啊，一楼你地基拢袂起啊，人要甲你出钱，你要去两楼，钱不敢出，咱就要去一楼。你咱小孩咱小孩看800千来对无？恁这个时阵人拼车来了，所以咧当中啊，咱花好钱，出去袂使出钱，我就安怎？因为咱爱上的单位啊，咱习惯所有性人，大家每一个点啊，所有单位来讲，爱上绝对无问题，相信啊一定无问题。所以这当中已经超，已经泰国这边啊，咱拢做完400几十人，可能后边面对爱要差不多迄个400万，所以400万这个大概还是要300万，来300万。所以这个300万的部分是安怎？来看这今年哪个出来？但迄个呢，有叫10几个出来，我反正今年来注意啊，我甲发完资料，会使甲讲大家会使讲做如何哩？30几个出来，大概写8万出来，8万出来，看他8万哦，这8万有问题无？我来讲无问题，而且无问题，当天马上出来。我帮你，你若真正无法度啦，有困难，10万山，我本来是讲10万山一定摕1000万出来分啊，这比如来分啊，10万山我袂使啊，我无万年打好手，我要打好手，我这个想袂700万块呢，若分2档条，要打800万，有嘛加这条钱，10万山我袂使。讲给你啦，讲帮你啊，唔免搁甲新闻山讲这个问题。你若真正当迄是有困难，我就8万借你。我1万块要打报时，我听唔对，我借我8万块对不对？那么报时就好，借来钱，对不对？你不报时就好，我好听话咧，你报时啊，打唔对，你来气我创坏事，我就来报时，我给他确认。所以我们觉得是8万。那当然，我是讲顺啦，以咱爱上目前中，伊这个利率
真正有别个单位啊，我问是啥人？别个单位提钱来讲，我是讲我唔讲的。真正伊别个单位说，哦，今仔有这个机会，泰国国民中对你市场婚姻，而家起袂起来，因为伊会当提这钱，提10万、20万，甲你报4万，我出公平，对无？伊嘛讲出公平呢，这世人有这个机会，真正呢，伊若是讲包办公平，因对一个单位啦。20万的啦，哦，提5万的啦，哦，提3万的来，我嘛讲，我就讲咧，各位呢，基本上听着歹势，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讲，这届，哦，这届的进前啦，吼，已经出来啊，有听到报声，哦，当然咱量力而为，但是进前无出来，咱若如果若听到这个代志，咱可能就要看到800万，哦，你中间这部分一定报销超过90万。你赢是5分，我写了29万几，我讲，咱后面讲，咱后面有足济道歉，因为迄个赢无比会出来，我13个，还14个出来2个囡仔，中赢20几个出来14个，所以呢，中赢迄个报销超过90万，赢一日报销超过30万，你看你讲，这是无问题，我感觉细细的吼，大家气氛足够的无问题，我开始讲安心的，讲老老，你若保房了，开个玩笑哦。所以，你看这个人讲，这就是啥？是讲有这个机会来做。啊，我讲，当然啦吼，今年的年头啦吼，年头就是讲咱新闻上有发完会嘿，咱嘛要重叠是讲，啊，我的进前都过40万，啊，我就有得过40万，也会找到过4万，啊，迄个重叠，迄个经验会看得出来。因为进前你都过40万啊，那对啦吼，我这回都过15万，啊，加了15万安尼啦，较袂重叠落去。啊，所以我讲啊，透过这个语言，透过这个机会，啊，表达我们国民大家做一个了解吼，因为这每一个所在，你像咱迄个时阵啊，迄个啊，这个啊，你叫我输遐，但是遐，这届听买的地，我要起性能，爱开到3000万，爱开到3000万，开到3000万，你讲这咱才1000多万，爱居民人借款，要分这3年来还，哦，这部分伊嘛是咱克服奈啦，吼，啊，咱爱想，即马是剩下欠他200万，那我花莲这部分都加入来，等来吼，可能来，真诶可能花莲那边啊，我咱好几家报道的花莲，哦，12月7号，因为医保500多万去，啊，这一声大，那中的名差不多将近差有400万千，而这个当中啊，我希望咱这300万。负责起来，300万已经有超过80几万，把这个税就超过8到万年了吼，啊，无出来了吼。可是人有迄个义务要求，咱一直在承担，有知影？咱讲到底是干嘛？咱应该了解，我一直想跟着说的，因为咱们了解里面，咱们了解里面，他们的做法，他们这叫做是他们这年龄观念都不管，但是咱袂使。传达，无叫传达，就是你爱甲承担责任。哦，咱一定要了解。啊，所以这是一个足够的工课，嘛是咱泰国伫4年中心的成立。哦，我同讲，透过用这个机会啦，吼，互来我就了解。不过我讲我话一下，哦，互你人你发心，咱去找咱家己组长，来去找咱家己啊，这个领导，找咱家己副领导。去甲定义了，咱自动去甲定义了，因为用这个我先分好你起来，对不？拿起来，拿出来看道理，好，上人家的，咱好点去做，哦，都给我讲练就瓜，报喜啊，报喜都是你做错英文，咱一定要了解。啊，所以我同讲，今仔日，哦，咱这丰收啊，哦，大家都有一个地的这个心量。但是报喜的这当中，这不是个人的了解啊，咱有报喜人这个常识，包括回答都好像发声音啊，安怎办错啦，哦，咱出来咱讲这物件，因为这种不是个人的了解，哦，咱得开了解，按常识，这人能走得出，哦，这常识哪有常识，这个了走，咱都了解讲出来。
个我是而且来讲啦，做拜托啦吼，因为为着咱迄个泰国4年婚礼要顺利年底完成希望讲咱各位青年秉持着咱过去这点起劲的精神，继续来扫起来，这是咱我最大盼望啦吼。但是会使讲是一个综合性专班咱为着咱本来是感觉迄个花莲优单处啦吼会办出，但是优单处呢而且讲含咱迄个新组长来做一个调换，因为本来是设定真早啦来开团，但是早的时间赶袂出来，所以因处在当中刚输给花卉，所以因此呢答应着咱新组长这个营收先生吼，营收先生吼，营收组长来负责这个课程，咱有而且通过几十分的时间啦吼，最后才能够来申请一块新的影响。公告书。分享指挥检讨通公告通已报销。为什么佫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可
的感叹，甚至咱电视报纸所看到的一寡害人抢劫的代志真济啊，甚至道德沦亡，也是丧尽天良的代志，到处咱拢会当看到。哦，难道这个代志，拢是无用心的代志啊！哦，所以啊看，有的人就讲现今的世界有良心的人的只有两个，一个已经死啊，那么一个还未出世。难道咱真正是安尼啊？哦，难道咱真正是安尼？真正咱人拢无良心吗？其实毋是安尼啊。哦，就亲像乌云天共款，日头去乌云早的。哦，咱无去看着日头，去乌云早的，并毋是乌云天无日头啊。同款的意思，咱毋是咱人无良心啊，只是咱人的良心去互物了所迫，气变所趋，你无法互去显现出来啊。哦，所以过去民主曾经甲咱讲人有加减法，即非求之，有放心而不追求。也是讲过去的人，也是即摆人，有物件放弃，伊知影人去找倒转来。但是咱即摆人放弃的是放弃啥？正义、仁慈的心、重视的心。有责任的心，有正义感的心，哦，有友爱的心，这物件咱伫社会上已经足罕尼看的，是毋是咱人这良心的物件拢叫放弃，拢毋知影怎找倒来，只不过是知影讲咱外口的物件去互放弃，知影去找倒来而已啊。其实咱人失去了足济。都毋知影去甲找倒转来，所以过去圣人较甲咱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生利啊。也就是虽然咱讲求着道，在修行学道过程当中，咱嘛就是要去找回咱的良心，要去激发着咱的良言而已啊。哦，就亲像过去圣人时阵，因追求学问，虽然因迄阵无大多人能得到，但是因做学问的最终的目的，嘛是要找回着伊的良心而已啊。哦，所以民主法来讲金。亲像民主甲咱讲的，讲人呢该有不令人之心，哦，也是讲咱人呢，拢有不尽的时阵，讲咱人拢有看到人咧伤心的时阵，咱会对伊伤心；咱人看到人咧痛苦的时阵，咱嘛对伊咧痛苦。就亲像讲，咱看到一个囡仔咧跋落
但是就是讲，咱每